男女之間嘅分別咧，可以從多個層面嚟探討，包括咧生理、心理、社會文化同埋行為習慣等等。咁以下咧係一啲主要嘅差異：一、生理差異，男性同埋女性嘅生殖器官同埋功能唔同啦。男性有睾丸啊，負責產生精子啊；女性有卵巢啊，負責排卵同埋孕育生命啊。男性嘅主要性激素係祛酮，女性則係雌激素同埋黃體素。呢啲荷爾蒙咧影響咗身體結構、性徵同埋情緒。男性咧通常肌肉嘅質量較高啊，骨量較大，脂肪比例較低嘅。女性嘅脂肪比例相對較高啦，尤其集中喺臀部啊同埋大腿啊。呢個同生育相關。男性嘅聲帶較長，聲音通常比女性低沉。男性咧通常比女性高大嘅，但係呢個係一般情況噶，個體之間咧有好大差異嘅。咁二心理差異，女性喺情感表達上邊咧通常較為細膩，容易分享內心感受。男性咧則可能較為內斂。研究顯示，男性喺某啲情景中可能更願意冒險，而女性通常較為謹慎。男性傾向於以目標為導向，快速尋求解決方案；女性可能更注重過程與溝通。女性喺共感 （empathy） 能力上嘅表現呢，通常更強，能夠快察覺他人嘅情緒。三、社會與文化差異，傳統社會中男性常被期待扮演提供者或者保護者嘅角色，女性則被期待以照顧者同支持者嘅形象出現。儘管現代社會越嚟越注重性別平等，但係男女喺職業選擇上面仍然有趨勢上嘅差異。比如男性偏向工程、科技等領域，女性則更多選擇教育、護理等職業。社會對男性與女性嘅外貌同埋行為舉止有唔同嘅期待，例如男性被認為應該陽光，女性則應該溫柔或者優雅。四、行為與興趣差異，女性通常更擅長於使用語言進行交流，對細節同埋情感嘅表達更敏感。男性則可能偏向簡短直接嘅溝通。男性呢可能更加鍾意競技啊、電子遊戲啊、運動等活動啊。咁女性則可能對社交活動啊、藝術等感興趣嘅。咁但係呢啲差異隨個人同埋文化而異啦。男性可能通過獨處或者專注於某項活動嚟舒壓，女性則更傾向於尋求情感支持。五、性別流動性與多樣性，現代社會對性別嘅認知唔再僅限於男性同埋女性嘅二元劃分，仲包括多元性別認同，如非二元性別、跨性別等。男女之間嘅差異並非絕對，每個人都有其獨特之處。結論：男女之間嘅差異既來自於生物嘅基因與荷爾蒙，亦都受到文化、教育同埋社會期待嘅影響。然而，呢啲咁嘅差異唔應該成為對立或者係歧視嘅理由，而係應該被用嚟理解同埋尊重彼此嘅獨特性。